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地道香港。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嘅呢，就係呢個小學評分試竟然接受簡體字。涉事嘅學校呢，就話營造共融公平嘅學習環境。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對寫繁體字學生公唔公平先？咁喺開始之前呢，麻煩大家先幫手訂閱、讚好我呢個頻道啦，同埋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咁喺月初嘅時候呢，呢個網絡媒體教育刺針呢就發文就話啦，接獲讀者傳嚟香港沙田官立小學傳嚟嘅一張特別通告，就話啦，宣布喺校內檢測及考試中接受學生使用符合國家語言文字規範嘅正規簡體字作答。咁跟住呢，亦都有好多間小學呢被爆出佢哋喺呈分試上邊呢係容許學生寫簡體字嘅。咁嚟到呢度呢，我就先戴翻個頭盔先嚇。當年我中學會考呢，都係寫簡體字嘅，即係相信冇被扣分啦嚇。咁另外呢，我就係正宗香港人啦，香港長大呢。咁其實呢，我就對呢個簡體字係冇反感嘅，仲非常喜愛添嚇。到咗今時今日呢，喺書寫文字方面，經常性都會寫到簡體字嘅。咁最主要原因呢，因為簡體字簡單啲啊嘛。筆畫少啲，再加埋呢，我本身係一個非常心急嘅人嚟嘅，咁所以呢，喺書寫方面呢，我會經常性寫簡體字去追翻個速度啦，喳喳臨寫完佢啊嘛。但係如果去到一啲官方嘅場合啊，寫一啲官式嘅文件嘅話呢，我都可以寫繁體字嘅。但係當我睇到呢一篇報道嘅時候呢，再加埋睇埋我哋嘅前特首梁振英先生佢嘅發文呢，我自己嘅內心係有少少同感嘅。嗱，第一樣嘢咧就係國內嘅小朋友嚟到香港學習咧，原意就係要去學習香港嘅文化知識。咁繁體字咧，亦都係香港長久以嚟普遍使用嘅字體。既然係嚟得香港學習嘅，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係有需要貫徹咁樣去學習一個地方嘅文化知識嘅。咁再加上啦，繁體字咧喺過去嘅歷史咧，即係唔單止係清朝啦，甚至乎嘅宋元明清咧，都係一個中國嘅官方文字嚟嘅。雖則話咧，清朝就滿族統治嘅，咁但係咧，佢都起用咗好多漢人嘅情況底下，咁漢字即係繁體字啦嚇，亦都係官方嘅文字之一嚟嘅。所以咧，我覺得嚟得香港返學咧，係需要學習同埋應用呢個繁體字咧，我就認為咧係合理不過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既然你都喺香港生活啊、返學咁樣，學習繁體字嘅應用咧係真係必須嘅。咁有個例子咧，就係我曾經都有個同事嘅，就係佢係嚟自國內，咁廿幾歲先嚟香港做嘢咁樣。咁喺佢入職初期咧，我睇見佢係真係好辛苦啦，因為咧佢對於我哋公司嘅一啲文件真係要花好長時間、好吃力咁了解。最主要原因咧，咁係因為咧佢喺國內學呢個簡體字，嚟到香港咧就睇繁體字。佢原來咧佢一隻繁體字都唔識嘅，咁就無形中咧對佢工作上面咧就多咗一層負擔啦。咁我呢位同事咧，其實都知道自己嘅短處啦、不足嘅地方啦。咁佢自己都好努力咁去學習呢一個繁體字。佢自己都話嘅就係其實我哋嚟香港之前咧都知道噶啦，不過咧喺國內就冇乜機會學。咁嚟到香港咧就盡力盡快去學習呢樣嘢啦。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喺國內嚟嘅小朋友嚟香港讀書咧，已經有心理準備，係需要學習呢個繁體字同埋應用嘅。但係就唔知點解呢間學校呢一紮學校咧，無端端會放寬呢一個考試嘅標準呢？咁跟住咧，我哋就睇下呢個小學2年班到6年班容許考試嘅時候咧，容許寫簡體字呢一個做法，其實會有啲咩影響呢？首先嚟講咧，喺書寫上面咧，咁佢哋咧就話要公平啊嘛。咁但係咧喺寫嘅書法咧已經唔一樣啦，已經造成唔公平嘅競爭啦。嗱，無可否認噶，繁體字咧真係繁複啲嘅。咁當年我讀小學嘅時候咧，有啲語文老師咧更加執着到咧，連筆順都執着嘅。咩叫筆順咧？即係話寫個字，第一筆寫邊度，第二筆寫邊畫咁樣嗰啲咧，咁就真係有啲咁執着嘅老師嘅。但係如果換作係簡體字嘅時候咧，咁評卷員有冇足夠嘅知識去評定呢個簡體字嘅筆順係正唔正確呢？再講嘅就係打個比喻啦，就係學習個學字咁樣啦。喺筆順上面咧，我相信咧90幾個%嘅香港人咧都會寫錯噶啦。就算寫得啱，都未必寫得好。
但係簡體字咧就簡略咗起碼70%嘅筆畫。咁樣對於一個小學2年到6年班嘅學生嚟講咧，喺書寫上面已經出現咗唔公平啦。再加上喺答卷嘅時候咧係有時限噶嘛，就咁呢一個學習嘅學字喺書寫上面，對於一個小學生嚟講已經有分鐘上面嘅差距啦，真係。咁我真係唔明白點解嗰啲容許用簡體字作答嘅學校咧，話係營造一個公平嘅環境咧。咁啊，再講共融啦。既然考核都已經咁唔公平嘅情況底下，咁你又點樣叫呢啲學生同埋佢哋嘅家長咧能夠做到共融呢？嗱，再講嘅咧就係唔好話係國內嘅朋友啦，就算係外國嘅任何小朋友嚟到香港讀書，佢哋係需要融入香港嘅學習環境噶嘛。唔通喺國際學校裏邊出份考卷出嚟，咁啊嗰啲學生咧就可以咧因應佢哋嘅國籍而用翻佢哋本土嘅語言去寫嗰份試卷呢？但係咧，我哋而家學緊中文，即係啲學生嚟到香港係學中文嘅，教科書都係寫繁體字。咁你嚟得香港讀書都預咗要寫繁體字噶啦。如果你真係咁拒絕去寫呢個繁體字嘅話咧，我相信佢哋係會選擇唔嚟香港讀書咯。所以咧，亦都有理由相信咧，佢哋係願意去學習同埋願意去寫嘅。咁我就好欣賞梁振英先生講嘅一句說話啦，就係話教不嚴，師之惰。咁啊，梁振英先生就話啦，嚟咗香港返學生活，點解唔努力學習繁體字呢？日後喺香港工作可以不用繁體字嗎？去英美留學一樣要努力學好英文。學生學習繁體字嘅進度同成績係一件事，學校放棄要求、放棄教嘅責任呢係另外一件事。跟住呢，佢繼續就話啦，香港保留嘅繁體字、粵語同高水平嘅英語能力呢，都係香港嘅特色。其實香港教育吸引人嘅地方，梁振英先生咧就講得好清楚明白，亦都一針見血嘅啦，就係繁體字、粵語同高水平嘅英語能力。呢一個咧，亦都係吸引到有內地背景或者使用簡體字嘅學生嚟香港學習嘅原因。不過咧，會唔會係因為教師喺處理呢一啲習慣使用簡體字嘅學生上面，感覺到咧係加重咗佢哋嘅工作壓力？所以就採取呢個斬腳趾避沙蟲嘅方法，巧立名目咧就話創造一個共融公平嘅學習環境。咁我哋有時都聽過啦，就係話去到一啲國際學校啊，啲華人學生咧係比其他外籍學生咧去排擠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英語水平唔夠好啦，咁啊所以俾外國學生排擠啦。咁呢啲華人學生為咗唔好俾呢啲外國學生排擠呢，咁佢哋亦都好努力咁樣學好英文呢，去融入佢哋嘅圈子裏邊。但係到咗今時今日，呢幾間學校嘅做法呢，就係放棄咗自己本身嘅優勢，令到國內嚟求學嘅學生學習唔到佢哋應該要學習嘅嘢，更加巧立名目咁樣創造一個外地學生更加被排擠嘅空間，就係因為佢哋學唔識，所以佢哋就可以唔使寫呢一個繁體字。而最重點嘅呢，就係呢幾間學校採取呢一個政策有冇上報俾教育局先？全港嘅學校係唔係一致咁樣一齊接受呢一個簡體字嘅答卷呢？嗱，無形中呢，就會令到全港嘅學生都唔公平噶咯，就連得到呢個共融公平而體恤嘅簡體字答卷嘅呢一批同學呢，佢哋都唔公平，因為其他學校都要求學生寫呢個繁體字作答，但係呢一班寫簡體字學生呢，依然係寫緊簡體，佢哋學習唔到佢哋需要學習嘅嘢，同時呢，亦都加深咗學生啦、社會啦喺繁體字同簡體字之間嘅嗰個矛盾啊！寫繁體字嘅學生呢，就認為自己付出多咗啦，咁樣去俾一班寫簡體字嘅學生，喂，咁樣好似攞着數咁喎。社會問題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引發出嚟呢？相信呢幾間學校嘅老師啊、校長呢，真係需要認真咁去思考一下佢哋嘅教學方針同埋佢哋嘅教學模式。咁啊，作為教師呢，就係要教育學生，幫助佢哋呢喺呢個未來嘅社會上邊加強佢哋嘅競爭力啊嘛。但係而家咁樣得過且過咁樣呢，佢哋又學唔到繁體字嘅咯，話唔好識話識寫，可能未必識睇啊。咁將來呢一批學生去到香港或者台灣或者澳門投入社會嘅時候呢，又或者當佢哋翻到去國內工作嘅時候，竟然話俾人哋聽，
喂，佢喺香港冇學到繁體字喎，今日真係有種去到寶山空手而回嘅嗰種感覺啦。咁唔知呢班老師呢，又真係又情何以堪呢？佢哋唔識運用繁體字嘅時候，罪魁禍首會唔會就係呢一班教不嚴師之惰嘅教師呢？好啦，今集嘅內容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聽，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幫手訂閱、讚好我呢個頻道啦，同埋分享俾你哋身邊嘅朋友。下次我哋再有另外一個話題，再一齊討論啦，拜拜。